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知影阮性命的状况。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遐个离开你来活的日子，帮助阮，互阮无伫受罪捆绑、受苦难、低调的日子内底，帮助阮真正活伫上帝你的宝座中，活伫上帝你所赏赐耶稣基督拯救的内底。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的20节到21节咧，对咱讲律法有啥物路用？律法只是互咱知影罪尔。总是知影罪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检查咱过去想讲啊，这检查毋是罪哦吼。结果律法定出来了，咱想讲有。这是罪呢吼，像唱安定过去可能咱毋知影就无代志对无吼，跟咱无代志的吼。啊，知影了这犯法还是犯规呢吼？这是罪，所以律法既然互人会有罪了后，人有一种心态。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是安尼讲，伊讲律法指出人会所行。是拄拄好，甲上帝心意完全倒并，并且指出人有一种心态，叫做调工犯罪的心态。你就知影迄袂使哦，总是你就是调工要去做，所以人有一种个性，就是有意识甲无调工不合的个性。所以刷落，保罗是安尼问，这个今仔日的经节吼，保罗刷落才会安尼问。罗马书第6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咱要讲啥物？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恩典搁较加添是无？所以要安怎讲呢？这其实甲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第1节。迄个感慨是同款的话哦吼，所以咱要安怎讲呢？伊是咧问讲，保罗咧问讲，咱当时常一直住伫罪内底，互上帝恩典显出更较侪。所以保罗伫遮其实拄拄咧讲，即种人迄种侥幸的心态。什么会叫做侥幸的心态？就是我倒一条嘛是罪，无加几条啊？安尼。上帝恩典赦免更较侪啊，伊的恩典更较侪，但毋是咧。因为安尼，保罗用即种反诘问句，这个伫罗马书内底一直出现。保罗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总是即回伊家己应答。罗马书第6章第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绝对毋是。咱遮个罪已经死的人，兼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原文是讲绝对袂使。既然咱已经罪来死，兼会当继续伫罪内底来活。加利文是安尼解释这段经节，伊讲遐认为有基督白白义。然后无需要新的性命的人，这是毋知连体的人，无耻之人，就是毋知影见笑的人，将基督来拆你，无有比找6款的借口来放纵私欲，搁较自然的代志，总是撒旦。真容易就编造逐款的诽谤，来毁坏恩典的教义。换一句话来讲，伫上帝的目睭前，咱若要活伫罪内底，就是死路一条。只有借着救主恩典，才会当找到活路。克兰菲德是安尼讲，伊讲
伫上帝来看，当基督为咱死伫十字架顶的时，咱就罪来死。所以咱经过洗礼了，咱就罪来死，主来活。所以一个受掉的人爱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新的款式，唔通家己知影，结果调工去犯罪。但即咱拢爱罪来死，活伫基督内底。总是这讲真简单，做真困难。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敢毋知，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合，是受洗礼来解死。保罗用“咱”这个结合的名词来表达咱虽然因为身份、阶级、文化、地域无同，总是却会当成做咱，拢是因为洗礼。伫遮真清楚，洗礼，互咱成做咱。原文叫做进入伊的死。保罗指咱受洗归入基督，就有份伫伊的死。洗礼毋是基督教信仰特别有的仪式，实际上伫犹太教的昆兰社区、埃及的伊斯、罗马的米托拉，拢有洗礼。然后这个洗礼拢是当时这个宗教要入教进前的仪式。实际上，犹太教内底嘛有洁净礼。这出现伫旧约圣经内底，出来记29章加利未记24章，总是用伫无共款的情景内底。福音书甲使徒行传拢讲到2种无共款的洗礼：约翰的洗甲圣神的洗。然后约翰的洗重点是呼召人来悔改认罪，就亲像约翰对百姓安尼讲。要来受洗礼，百姓安尼讲，马太福音第3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遮拢有读到吼，咱伫遮拢有读到，来做伙来读来。我用水甲恁洗礼，表示恁已经有悔改。毋过伫我后面要来迄位比我较有关联，我连甲伊换话拢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这个圣神甲火并列，所以神学家其实对这两个词真侪讨论。总是并列表示这应该是同一个事件的两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圣经内底，咱读到的是火是上帝审判的记号。所以伫约翰了后的迄个悔改了后的洗礼，就是咱今仔日教会洗礼。教会洗礼要表达的，就是无悔改的人爱受审判。悔改的人会领受圣神的换新。总是咱教会洗礼，佫有一个更较深的意义。保罗刷落安尼讲。罗马书第6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通过洗礼解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关联对死搁活，咱嘛着过新的生活。这个下半段的原文是安尼写，讲为着亲像基督照着父的荣耀对死人中搁活，共款。咱也伫生命的心内底行事做人，生命的心内底行事做人。保罗认为，洗礼其实是甲上帝伫基督内底拯救作为这个历史事件有关系。史怀哲对无毋对？就是顶世纪迄个真出名的史怀哲，伊其实是神学家。一开始是神学家，史怀哲写到这段是
时阵是用将活论来解说。史怀哲是安尼讲，伊讲当一个人领受洗礼的迄个时阵，耶稣基督的受洗甲个活就发生伫伊内面。所以是将活论的解说，真特别咯吼。所以保罗是咧对咱讲，当咱领受洗礼，是将过去的咱埋葬，和本翻译做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款式。关系这个生命要安怎新呢？卡巴特描述了真好，我感觉伊描述了真好。伊讲，这个新是伫基督在座的我会当必须要以及想要进行的活动，是我会当这个心会当成做我天顶国民的身份证，是甲基督做伙创伫上帝内面的生命。这卡巴特所写的吼，新人家所写的确实无啥共款咯。罗马书第6章第5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甲基督正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搁活。原文是因为若咱伫伊死的样相顶头联合倒并搁活的，咱也是迄个。正做一体，或是联合。伫遮保罗用一个真特别的字，这字只有新约只有伫这个所在出现。迄两字，这是两字夹起来的一字，两字是做伙甲成长，做伙甲成长。所以新约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就伫遮第6章的第5节。所以时常有人咧解说讲。基督徒洗礼，搁那亲像接机迄款的财政的样式，听有意思吼？咱接过机，就是将迄个无共款种的吼来接机，所以真侪人咧解说6章第5节的时阵，是用即种接机的意念来形容基督徒的洗礼。总是保罗嘛，真有可能只是单纯咧表达。既然咱伫洗礼顶头经验伊的死，未来刷落去咱的生命，嘛要甲伊各活的生命做伙成长。迄个做伙成长吼，其实迄原文是叫做做伙成长的意思。罗马书第6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是要互受罪救赎，迄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过做罪的奴隶。咱爱知顶十字架这个刑罚起源是波斯，后来到希腊甲罗马的时代沿用，起源是波斯啊吼。这个刑罚十字架，这个刑罚通常是用伫遐叛国的人，或是战争失败的人，就是战死的人啊。通常是用伫遮的人。在咧顶十字架，当时是安尼判决了后受刑的人，通常会受鞭拍，然后派迄支怀的柴，就派家己派哦。派去到刑场，然后甲已经踩伫遐刑场顶头，已经踩伫遐有一支迄个柴箍，踩的已经踩好啊，就来组成一个十字架，或是钉的形状，钉的形状的叉架。当这个犯人挂伫顶头的时阵，这是啥物用意？伊毋是随死哦，照记录有人钉伫顶头，捌拖过15天以上。所以这种刑罚就跟中国有一种出名的刑罚叫做凌迟，
对，你无随死的，因为定的所在毋是会互你随死的所在，听有意思吼？所以是物价这种刑法，通常是用来展示权力者用来展示伊有偌大的权利，互别人会当痛苦安尼，上是嘛要展示互当地百姓看，恁若反对我，下场就是安尼。所以当时是物价是见笑甲同罪记号。咱伫遮有读到受罪拘束迄个句的人，分别原文是为着罪身体被废掉。是若假认为保罗应该爱这受批的人联想这项代志，因为罗马书第1章23节到24节，保罗咧讲人的不虔不义、无敬虔甲不义，侮辱家己的身体。所以保罗伫遮所写的，应该是咧对咱讲，遐个句的我是互迄个不虔不义的罪所控制，当会当照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帝互罪失去迄个控制咱的权力。罗马书第6章第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讨骂。咱来知影犹太律比有一个真出名的司法的原则，叫做四种祭物拢总消灭，拢总消无。这是犹太的律比，犹太的法律顶头，迄个死人若死，迄个你的祭物就拢无去。换一句来讲，毋是老爸欠债囝爱刑哦，毋是哦。犹太人认为，这甲咱今仔的法律有真大的关系啦吼。咱今仔的法律嘛认为，毋是老爸欠债囝爱刑。原因是对犹太律比来，所以新学家认为保罗的这句话其实受这个影响。保罗咧对咱讲，因为洗礼，咱迄个旧的我已经死，所以过去我欠的债，过去互罪控制的性命担，已经得到脱离，我已经得到自由啊！现代学者认为，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7节是保罗咧讲人免安怎误罪来死，然后对第8节到14节是咧讲咱应该爱怎样伫基督内底来活，所以分成两段吼，保罗真清楚。所以刷落来，咱读到的就是免伫基督内底来活。罗马书第6章第8节到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袂搁死，死袂搁支配伊。伫遮咱会读到咱相信，这个咱相信，克兰菲德是安尼讲。保罗伫遮所讲的信，应该理解做伪信，就亲像我的神学学的老师，台湾的神学学者董俊兰牧师所讲的。保罗伫罗马书所讲的信，其实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信啊吼，第一个层次叫做听，第二个层次叫做想。然后第3个层次叫做行，所以咱信就是安尼吼。所以信不只是听尔，对无？信爱搁想，对无？信想了后，搁爱搁行，安尼好当作是信哦。搁爱搁行，到当作是信哦。所以所以所谓的伪信其实是安尼。咱伫洗礼中甲耶稣基督
当死，所以用行动证明咱的信，毋是只是伫咱的喙齿尔。就亲像咱拄仔有信用告白对无？迄个只是伫咱的喙齿尔，咱倒有想讲我咧告白啥？咱倒用行动去行，迄叫做违信。所以刷落来用行动去行，毋是伫遮就看会出来，真歹势哦。是爱违信伫咱的生活内底，违信伫咱的生活内底，咱知咱已经是一个甲基督同死同活伫伊搁活的关联生命新的款式内底。克兰菲德认为，基督的搁活甲列撒罗无共款。列撒罗的搁活只是伊天然生命的延伸尔，因为上尾伊嘛共款死来屈服。真歹势，咱也毋知列撒罗的故事，爱看约翰福音11章。总是死亡是无法度合制迄个搁活的基督。罗马书第6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伊有死，一遍就完全甲罪制压。伊现在得活，是为着上帝得活。我们应该安尼讲，因为伊所死的死亡，真特别的写法吼，是一遍的罪来死，总是伊所活的活命。却是上帝来活。我们有一个真巧妙的讲法。保罗讲只有一遍，用只有一遍，这个原文的表达是咧讲主耶稣一遍性决定性的死亡，为着要互咱完全甲罪隔离，伊用无罪的身躯，为着要认同咱这有罪人。甘愿为咱背刑罚，担伊搁活，以这个上帝来活的生命超过死亡通控制的范围。罗马书第6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恁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甲基督耶稣结合，为着上帝得活。原文保罗伫遮咱读袂出来，因为保罗用“算”这字，所以保罗是咧对咱讲，不止上帝算咱做义，保罗咧讲，对罪来讲，咱嘛爱算家己死。迄算是囥伫迄个所在吼。对罪来讲，咱嘛爱看家己死啊。然后，这是咱已经想过了后所做的判断，是咱愿意克服耶稣基督福音的行动，是用信心认出伊是咱的主的福音的事件。所以会当讲，对咱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福音就是安尼。斯托德牧师安尼讲，伊讲洗礼就亲像两个房间内底的一个门。你已经开门，行过这个门啊，关门了，已经入去到新的房间啊，就亲像咱已经死，然后搁活，太当回头搁去过迄个已经死的生命咧。所以保罗刷落来吩咐是消极搁积极。罗马书第6章的1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毋通将恁会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去顺探本性的欲望。原文应该是安尼讲，所以恁爱停止互罪伫恁必定会死的内面来称霸，互恁顺探家己的欲望。保罗提醒咱，毋通掠做。咱已经领受洗礼，伫上帝看做恩典的内底的人，就 safe 真安全，真歹势。
罪由源会伫咱的四周围，伫咱的内底作鬼作怪。咱知影作鬼作怪的意思？罪由源嘛会时常出来猫啦。所以唔通互罪支配，互欲望继续掌权。罗马书第6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嘛唔通将恁身躯的肢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反倒着做一个对世人中搁活的人，将家己献互上帝，将身躯的各肢体献互伊做义的工具。咱伫遮有读到肢体，也是伫罗马书内底第一遍读到。这个肢体原文的意思是骹甲手啦，四肢。原文其实只有安尼尔啦吼，原文只是安尼。总是后来伫新约内底广泛来运用，摕来比喻。这咱会伫检查有机会，咱伫别个经卷内底读个到，亲像罗马书、哥林多前书、雅各书、马太福音拢有啊吼，肢体。所以这个肢体有后来伫无共款的批信内底出现的时阵，有无共款的理解。所以我伫遮无法度讲真多吼，总是伫这个所在，保罗所讲的肢体有可能较接近哥罗西书的第3章第5节底下讲的迄个人的天性。加利文是安尼诠释这段经节，这段经节伫古早有可能是用军事的用语。伊安尼讲，伊讲保罗借用军事的用语，称人的肢体做武器或是器具。伫遮新的翻译来翻译做工具，就亲像士兵将武器准备好势，通伫军官下命令的时阵，随时来使用。基督徒应该将因的肢体看作天性，我的翻译叫做天性啦吼，看作是属灵战争的武器。假使放纵肢体另外任何一个部分伫败坏内底，就是服侍罪。既然你已经立誓服从基督，就应该避免甲罪会有任何的来往。罗马书第6章14节刷落，安尼讲，咱读到上尾这节啦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唔通互罪甲恁支配，因为恁唔是活伫律法下，是活伫恩典中。就亲像我拄仔所讲过，保罗唔是咧幻想讲受洗归主的人袂阁受罪来搅扰，无可能。我同意近代学者的看法，这句话通看作是保罗的应允或是期待。伊咧提醒受批的人，就是读到这种批的人爱的基质。罪无应该搁成做咱的主，因为咱已经有一个主啊，咱已经有一个基督做咱的主啊。因为咱毋是伫上主公义的义，迄个律法的下面。而是伫上主慈爱义的恩典中，因为若照上帝迄个公义的义，迄个律法，咱拢应该受定罪啊。就亲像诗人所写的，咱今仔日迄个启用的时阵有读到啊，迄个照上帝公义的义律法判，咱拢应该受罪。总是上帝发外施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要讨放咱，称咱做义，判咱无罪。所以咱通用圣神迄个新的气力、甲胆量、自由来抵抗这个互罪管辖的生活甲性命，离开迄
迄个旧的房间。伫我进前教会服侍的时阵，我有拄过一个真热心的兄弟。我熟悉伊的时阵，伊就有一支手，迄个头前的四支大拇指无算啦吼，头前的指节无去啊。其实我毋捌人问过这项代志，直到阮已经伫服侍熟悉真久了，有一天阮坐地，伊就坐伫我的身躯边，伊就主动咧甲我讲，伊讲伊少年的时阵爱跋筊，真爱跋筊，差一点仔连因兜拢跋无去。这就是当时留落来记号。我是无问伊发生什么代志，爱跋筊，所以留落来记号。总是伊甲我讲歹势，就是这无去吼，嘛无路用啊。好了，伊嘛共款去啦。好了，伊嘛共款去，无路用。爱跋的天性，直到伊信主才彻底改过来。这嘛，互我想起台湾初代教会嘛有一个教导。古早有一个叫做李爸，伊原底是伫戏园仔帮人唱吼。咱知影古早迄个歌戏，迄个戏边仔后壁是有人咧帮忙唱，伊是用这个做伊的职业。总是伊因为爱跋筊，安那改拢改袂落来，去庙林迄个咒纸拢无路用，迄站偌济街头拢无路用啦。拢无路用，所以有一天，伊就经过丁仔脚礼拜堂。丁仔脚礼拜堂就是后来台南太平间教会，但今仔叫做太平间教会啦吼。这李爸听到内面有一位吴文水长老咧传讲，主耶稣听世间人要为人赎回你的罪。伊心受感动，就悔改来接受真理。1869年的9月5号，李副牧师在洗礼上时当时有真简单的训练，所以伊训练了3个月，就去互派去做传道呢。3个月当时吼，训练了3个月，就去派传道，总是传道生活真无如意。安那别人讲拢讲袂听，所以伊就一直埋怨讲，心内底一直埋怨讲，啊无不如卖信啦。所以有一天，伊拄着一个读册人来讲，信这字写起来不过是人言。啊，伊听所以伊讲啊，你莫凊彩听人讲啦，你莫凊彩听人讲。伊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离开伊的服侍，就转去做戏班顶头后边咧唱歌戏的，帮人唱的吼。结果唱第一工尔，就对迄个戏台顶头跋落来。咱知影戏台吼，当时戏台是小法官，所以伊就想讲啊，是毋是我走离开这个服侍，所以上帝咧责备我，所以伊就行来行。迄天暗时下晡，伊就行去到礼拜堂的边仔，伊毋敢入去啊。行喺边仔，结果煞无想到内底的人拄仔提起伊的名，佮为伊来祈祷。所以对于迄时阵开始，伊就知影上帝咧呼召伊转来，所以一世人服侍无过动摇。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确实，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一开始有可能真正出对人所讲，总是真歹势，迄个罪拢会围伫咱，甲咱高甜啊。所以爱会记得，咱不只是出对人讲尔。咱拢是
有主耶稣基督会听到的人，咱拢已经入来到上帝恩典中，他会当回头搁转去迄个互罪控制房间内底咧。所以只有伫基督内底活，互基督的事件成做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事件，这会当互咱的生命真正改变。愿主的话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拢互罪所捆绑，阮也时常活伫罪颠盘的内底。主求你赦免阮，帮助阮这个可怜的人，也求上帝引带阮。既然阮已经是你的人，求上帝掌权伫阮的生命中，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真正伫你内底来活。阮知影，阮逐工有可能拢面对考验，总是求上帝帮助阮，互阮逐工拢活伫上帝救赎恩典的内底。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